怀念的报音员。迄当时，地方人士厝内若有人办喜事，也是乡里有节庆，拢会请钞票阿舅开一档暗会来斗热闹。乡亲父老拢认为，若请着伊来办暗会，这是有面子。我嘛捌伫钞票阿舅的邀请甲拜托之下，参加过几场的义演，有中秋节义卖暗会、元宵节灯谜暗会，阁唱过一场写神的暗会。迄阵我敢若16、17岁，回想起来，已经是20几年前的往事啊。虽然敢若参加过几场暗会，毋过煞互我看清楚一件代志：若要伫业界成名，爱付出真大的代价，嘛互我下定决心，无要靠唱歌这途食饭。会记得中秋节迄场义卖暗会，是伫中华县溪湖国小的运动场举办。迄是我第一摆参加暗会演出。较早虽然捌伫学校演唱，嘛有参加一寡歌唱比赛的经验，毋过伫外面公开演出，算是头一摆。上台的时阵，我司机硬扁扁，表情阁袂自然，唱一首凤飞飞的卡合。好佳在主持人钞票阿舅一直提醒我毋通紧张。我当时摕一盒批大义卖，到底卖偌济钱，我已经袂记哩。敢若会记得家己自头到尾拢真紧张，笑甲真勉强。多谢钞票阿舅一直鼓励我，互我表演甲真顺利。伫后台，我拄着嘛来参加义演的歌手小虫。当时伊才出道无偌久，第一张唱片是《我不是个坏小孩》。经过真侪年了后，伊变成一个真出名的唱片制作人。迄摆见面，伊看到我的第一句话，就是问我几岁。我讲16，伊一直嗨头，真同情我。遮细汉就爱出来唱歌趁钱，实在真可怜。因为轮到伊上台表演，我唱煞嘛要转去啊，就无机会通解释我只是来斗3共义演，无摕薪水，并毋是靠走唱来趁钱的。